来看立法院的消息，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伫8月有审查这个国会改革法案，南北合作以人数优先的硬将这个法案来通过。今日早起是准备要开始审民进党版本的立法院职权刑事法。验过，敢若听书发言，哪日就开始攻防。双方是你一句我一句，超过1.5钟。国民党是批评这个民进党中复审查是咧浪费时间。啊，那民进党是用焦点拢对准这个拜论坛的主席叫吴宗宪，认讲伊收听总调鲍坤基的话，完全无遵守议事规则。5分钟表决碾压你没什么了不起啊，你大惊小怪嘛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？口吻就这样啊。司法法制委员会一透早，大家就真昂声，为了讨论立法院即顺刑事法另外版本，那列为听诉法言的期间，就开始攻防。今天的议程啊，我是认为说在程序上没有什么正面的效益。刚刚林思明委员的发言，正是足以说明周一的处置是不周延的。都因为8月南北合作硬将法案送出委员会等台调也协商，另外部分东港论坛的主席吴宗宪议事不公，两边讲到谴责案。对于这个代志，吴宗宪这边无做主席，以委员的身份表明立场。如果对我有意见，要送纪律委员会，不是用谴责。当天我为了议事的顺利，我真的不想要闹这件事。到底为什么要谴责你？难道不清楚吗？你的分析委员压着你，都当然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嘛。今仔听说发言就已经超过1.5钟，期间民众党团的总调王国昌无登记发言，规个规定是点指指，一直到法务部的立场到底是什么？白纸黑字写出来。因为行政官员站在上面讲话都不用负责任的，开嘴都无咧客气，直接针对法务部列席官员。我看法王国昌完全一致，上台报告的官员都要书面啊，这唔通安尼做。汉内郭建明甲王国昌两个人有共识，严格明明郭建明咧讲好话，王国昌说双手南行坎，连看拢无要甲看，无拍算回应，因为刷了该。刚刚程序发言的时候，说2分钟也好，3分钟也好。站在对面讲了多久？这个国会的运作，我再强调一次啊，不是某一个人爱怎么干就怎么干。很可惜，潘委员走了，还要挑战我，马上要回答。黄国昌到底懂什么？他以为抓到我小辫子可以在这里打我一番，痛打一番，可是他没有脸来面对我。王国昌话讲了，人就做伊走，完全无要插郭建明。国会改革的法案，哪六笔拢有家己的想法。这回另外版本委员会就也未行到法条审议，就已经充满火药味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